陪你讀新約。5月30日，陪你讀新約。約翰福音8章12至38節。耶穌是世界的光。耶穌又對眾人說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從我的，就不在黑暗裏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法利賽人對他說：你是為自己作見證，你的見證不真。耶穌說：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，我的見證還是真的，因我知道我從哪裏來，往哪裏去。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裏來，往哪裏去。你們是以外貌判斷人，我卻不判斷人，就是判斷人，我的判斷也是真的，因為不是我獨自在這裏，還有差我來的父與我同在。你們的律法上也記着說，兩個人的見證是真的。我是為自己作見證，還有差我來的父也是為我作見證。他們就問他說：你的父在哪裏？耶穌回答說：你們不認識我，也不認識我的父。若是認識我，也就認識我的父。這些話是耶穌在殿裏的庫房教訓人時所說的，也沒有人拿他，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。我所去的地方，你們不能到。耶穌又對他們說：我要去了，你們要找我，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。我所去的地方，你們不能到。猶太人說：他說我所去的地方，你們不能到，難道他要自盡嗎？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是從下頭來的，我是從上頭來的。你們是屬這世界的，我不是屬這世界，所以我對你們說，你們要死在罪中。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他們就問他說：你是誰？耶穌對他們說：就是我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。我有許多事議論你們，判斷你們，但那差我來的是真的。我在他那裏所聽見的，就傳給世人。他們不明白耶穌的是指着父說的，所以耶穌說：你們舉起人子以後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並且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着自己做的。我說這些話，乃是照着父所教訓我的。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，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，因為我常做他所喜悅的事。耶穌說這話的時候，有許多人信他。真理必使你們得自由。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：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門徒。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他們回答說：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，你怎麼說我們得以自由呢？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在地告訴你們，所有犯罪的，就是罪的奴僕。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，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。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，你們就真自由了。我知道你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，你們卻想要
殺我，因為你們心裏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說的是在我父那裏看見的，你們所行的是在你們的父那裏聽見的。